3個月由肝指數超晒標變翻健康肝指數，同埋有99% 醫護都推薦嘅呢個全天然方法護肝。啱啱做生意嗰年，我成日拍完劇，瞓4-5個鐘頭，又要翻去內地處理生意嘅嘢，壓力一大嘅時候，我就會想食好多嘢，好似披薩啊、燒肉啊、汽水啊，但係個人瞓得又少喎。我一開始係覺得自己頂得順，但我發現自己個人成日都好攰，點樣補眠都唔夠，連我經理人見到我都問我做乜面色咁差，黃黃地咁樣，把口咧仲要苦苦地添，我就知道係時候要 check 下。一驗完，原來肝指數超晒標，我自己望落都算 fit 啦，點知原來係有肥肝。平時食埋嗰啲重口味肥膩嘢，加上工作又少不免要飲下酒，竟然變晒肝臟脂肪。好彩有朋友介紹咗我食99% 醫護推薦嘅草基健肝丸。初初食咗頭1個月，個人已經精神翻好多，面色冇再黃，拍劇工作狀態全部翻晒嚟，上鏡好明顯，皮膚有氣色。食到第3個月，再翻去 check 多次，肝指數終於去翻個正常水平。拎到報告嗰陣時啊，我個人真係鬆翻口氣。我依家好翻，都 keep 住每日食1粒，幫自己清走捱夜、壓力、飲酒、食大餐嘅傷肝毒素。依家就算忙到瞓得好少都好啦，個人都仲 keep 到精神集中啊！草基健肝丸成分全天然，冇任何西藥成分，入面嘅專利日本米糠成分 Polycosano 有數據實證可以降50% 肝臟脂肪，同埋降30% 肝酵素，增強肝臟代謝排毒功能，減少肝脂積聚。成分結合美國啤酒酵母粉同朝鮮薊，排走毒素，保護同修復肝細胞。之前比較過其他品牌嘅肝保健品，草基健肝丸喺功效上係更加全面、更加有效，有齊6大護肝功效，可以全面修復、保護肝臟、排走肝臟毒素，減少患上肝患嘅風險，仲可以消除疲勞。我飲酒都一定會食1粒打底，可以幫助解酒，減少飲酒帶嚟嘅肝臟負擔。第2日仲唔會咁容易宿醉頭痛添。對草基健肝丸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去萬寧草基健康專門店及官網 Zenomore 都可以買到㗎。